当我故意叫错猫的名字。熟悉我们家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我们家的安安和 CC 已经打了6年，是一对宿敌，并且 CC 对安安的仇恨已经传给了他身边的猫。那是布，那不是猫，那不是捏咪。于是我就想犯一下这个贱。啊，好困啊，咱们俩去睡觉吧，你。这是人吃的，你不能吃这个哟，安咪。我的意思是吧，你有小猫咪专属的肯德基呀！即日起来肯德基买玩具亲彩套装送逗猫棒，买乐享亲彩套装送地鼠机，先到先得哦。是不是很喜欢呀？安静乖巧的宝 CC。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